歡迎嚟到妊娠糖尿病，透過飲食控制妊娠糖尿病。我叫 Emily， 係 God's Love We Deliver 嘅註冊營養師。本模塊為 2A， 係透過飲食控制妊娠糖尿病嘅2個模塊之中第一個模塊。喺查看本模塊時，你可能會受益於膳食計劃指南同妊娠糖尿病營養療法手冊。喺本模塊中，我哋將會介紹飲食管理目標以及健康飲食計劃嘅組成部分。然後我哋將會開始理解各種食物分類。你將會學習控制血糖嘅策略，如何閱讀營養標示。最後，我哋將會介紹此模塊嘅重點。飲食係控制妊娠糖尿病嘅重要組成部分。對於某啲人嚟講，妊娠糖尿病可以單獨透過飲食嚟控制；而對於另一啲人嚟講，則同時需要飲食管理同埋藥物治療。妊娠糖尿病飲食管理嘅目標係提供有助於血糖控制嘅健康飲食計劃，着重懷孕期間必要嘅增重，並降低懷孕期間併發症嘅風險。如前面所述，飲食管理涉及健康飲食計劃，意味住要加入多種食物，例如水果同蔬菜、全穀物、瘦肉動物蛋白，以及低脂乳製品或鈣強化非乳製品飲料。我哋食嘅食物及某啲食物嘅攝取量會直接影響血糖濃度。直接影響血糖嘅食物係碳水化合物食品。咁係因為消化之後嘅碳水化合物食品會分解成為血液入邊嘅葡萄糖。一次進食嘅碳水化合物越多，血糖就會升得越多。標有星號嘅食物含有碳水化合物。飲食之中需要限制碳水化合物嘅攝入，但係唔能夠為咗促進葡萄糖控制而避免攝取碳水化合物。接住落嚟，我哋將會更詳細地討論構成健康飲食嘅不同食物分類。碳水化合物係最廣泛嘅食品分類。不同食物之中，碳水化合物嘅含量可能有所不同。你可以食幾多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取決於該食物嘅碳水化合物含量。碳水化合物為身體提供能量，為你同正在成長嘅 BB 提供能量，因此作為飲食嘅一部分，攝取仍然係好重要嘅。請記住，需要限制碳水化合物嘅攝取量，但係不能避免。碳水化合物食物可以係澱粉類蔬菜、穀物、水果同埋果汁、乳製品、非澱粉類蔬菜同埋甜味劑。呢度列出嘅每一種食物都含有不同含量嘅碳水化合物，因此對於呢啲食物，你可能必須喺飲食之中限制唔同嘅攝入量。有啲碳水化合物嘅含量可能較高、適中或者較低。我哋將會喺下一張投影片討論每一種碳水化合物嘅具體範例。馬鈴薯、玉米粒同埋芭蕉等澱粉類果蔬，以及小麥、黑麥同埋米等穀類含豐富嘅碳水化合物。蘋果、鳳梨、柳丁等水果亦都富含碳水化合物。另一方面，牛奶嘅碳水化合物含量適中。跟住落嚟嘅碳水化合物分類包括非澱粉類蔬菜。非澱粉類蔬菜嘅部分範例包括洋蔥、青椒、番茄、大白菜以及菠菜。非澱粉類蔬菜嘅碳水化合物含量較低。最後就係甜味劑，糖、糖漿、蜂蜜、龍舌蘭糖漿同埋果漿等天然甜味含豐富嘅碳水化合物。任何使用呢啲甜味劑製成嘅甜味飲料，亦都富含碳水化合物。動物蛋白食物包括魚類、瘦肉、
如瘦豬肉同埋瘦牛肉、家禽同埋蛋類。植物來源嘅蛋白質範例包括豆腐同埋麵筋。蛋白質食物唔會升高血糖。蛋白質係一種重要嘅營養素，因為佢係人體每個細胞嘅組成部分。佢係你自身功能同埋復修所必須嘅，對於促進 BB 組織同埋器官嘅發育相當重要。有啲脂肪比其他脂肪更健康。飲食之中最健康嘅脂肪包括橄欖油、芥花油、堅果、堅果醬以及牛油果。呢啲脂肪通常被歸類為不飽和脂肪。唔太健康嘅脂肪包括奶油或者酥油，以及其他源自動物嘅脂肪。椰子油同埋棕櫚油等植物油不太健康。呢啲脂肪被歸類為飽和脂肪，應該避免嘅同埋最唔健康嘅脂肪類型係反式脂肪。反式脂肪通常存在喺油炸食品以及一啲市售嘅烘焙食品裏面。脂肪，尤其係健康脂肪，對 BB 嘅大腦同埋眼睛發育相當重要。既然我哋已經討論咗食物分類以及佢哋對血糖嘅影響，下面我哋將會討論如何透過控制份量同埋用餐時間嚟到實現血糖控制。實現血糖控制嘅第一個重點係利用份量控制。控制餐盤中碳水化合物嘅份量，有助於最大限度咁樣減少或者避免血糖飆升。作為一項整體策略，份量控制可以幫助你保持體重增長正常，並且避免喺整個懷孕期間體重增加過多。懷孕期間體重增加過多會提升高血壓嘅風險，亦都會導致嬰兒較大，從而可能導致喺分娩嘅時候出現併發症。再次強調，平衡餐盤就等於控制血糖。合理分配全天攝取嘅碳水化合物，將會使你更加容易控制血糖。一種策略係計算你攝入嘅碳水化合物。通常早上係最難控制血糖嘅，所以早餐食少量嘅碳水化合物會有所幫助。建議早餐食大約15至30克嘅碳水化合物。當天晚些時候，你嘅身體處理碳水化合物嘅能力會提高，因此你可以喺午餐同埋晚餐嘅時候食更多嘅碳水化合物。午餐同晚餐攝取大概45至到50克嘅碳水化合物，有助於將血糖保持喺建議範圍之內。喺兩餐之間食嘅點心應該含有較少嘅碳水化合物，以幫助確保你嘅血糖喺食下一餐之前能夠降落嚟。對於點心，建議食含有大概15至30克嘅碳水化合物嘅種類。請參閱膳食計劃指南講義，以提醒自己每餐應該攝取幾多嘅碳水化合物。你可能需要考慮嘅另一種方式係控制碳水化合物嘅份量。一份碳水化合物等於15克碳水化合物，因此早餐嘅目標係攝入1至2份碳水化合物，午餐同埋晚餐各攝入4至4.5份，每份點心應該含大概1至2份碳水化合物。請參閱妊娠糖尿病營養治療手冊，以了解更多關於碳水化合物份量嘅資訊。你從 God's Love We Deliver 中獲得嘅膳食同埋點心已經含有適量嘅碳水化合物，以幫助你控制血糖。早餐前同每餐後1至2小時檢測血糖，可以為你提供有關血糖控制情況嘅回饋。餐後檢測可以提供有關你係唔係需要調整碳水化合物單次攝取量嘅資訊。目標係達到本頭影片中列出嘅提議血糖目標值，或者係你醫師所提出嘅建議血糖目標值。血糖控制嘅第二個重點係時間。
你要盡量避免食飯嘅時間間隔太近或者太遠。一般嚟講，呢個可能意味住每3至5小時進食一次。如果你嘅進食間隔時間超過呢個時間，你可以喺早餐、午餐同埋晚餐等大餐之間食啲點心。隨住時間嘅推移，你嘅飲食間隔時間分配方式可能會發生突變，尤其是喺懷孕後期，你嘅胃可能會感覺有啲擠壓，以便能夠適應 BB 嘅體型增大。請盡量避免唔食飯。唔食飯會導致低血糖，並且使你難以攝入你同 BB 每日所需要嘅所有營養。提前規劃餐點同埋點心，有助於避免唔食飯，因為佢哋可以喺你需要嘅時候已經準備好。膳食計劃亦都係一種策略，你可以用佢嚟尊重食物偏好，甚至喺食物之中保留具有文化特色嘅食物。根據文化菜肴裏面嘅食材，你可能需要調整食譜，以降低碳水化合物嘅含量，同埋或者使用份量控制策略。重要嘅係要認識到文化食物並唔係完全不行，仍然可以安全咁樣納入到你嘅飲食中。如果你需要有關如何將某啲食物納入飲食嘅更多指導，請隨時聯絡為你指定嘅註冊營養師，以安排諮詢會談。儘管我哋非常關注食物，但係唔好忘記甜味劑同埋加糖飲料會影響你嘅血糖高低，並且必須計入你嘅碳水化合物攝取量。如果少量使用，甜食仍然可以成為飲食嘅一部分，並且你可以保有策略咁樣使用呢一類食品。請考慮時機，你諗住咩時候食呢？硬糖、加糖飲料或者果汁等等嘅加糖食品會導致血糖迅速升高。如果你出現低血糖，快速升高嘅血糖係有益嘅。如果你嘅血糖唔低，將自己放喺含糖飲食嘅推薦範圍之外。最重要嘅係控制你嘅血糖高低。要做到呢一點，你只需要問下自己，加糖食品係唔係你嘅飲食之中佔有一席之地？為咗幫助你理解自己攝入咗幾多營養，我哋將會檢視營養食品標籤以及需要注意嘅事項。大多數商業包裝嘅食品上面都有營養成分標籤。標籤上需要注意嘅一啲關鍵事項包括份量。份量係預先決定嘅量，下面係營養對應於指定份量之中所含嘅量。呢個投影片上面嘅營養成分標籤顯示份量為2/3杯，列出嘅卡路里係你將會從所示嘅份量之中獲得嘅能量。呢個標籤列出嘅卡路里為230。總脂肪包括飽和脂肪、反式脂肪、不飽和脂肪等所有嘅脂肪。食品標籤並唔係總會列出產品可能含有嘅所有脂肪類型。該標籤上列出嘅總脂肪為8克，其中有1克嘅飽和脂肪同埋0克嘅反式脂肪。鈉係另一個需要注意嘅重點，尤其是如果你患有高血壓的話。如果產品每份含有140毫克或者更少嘅鈉，即為低鈉產品。呢一個營養成分標籤上注明咗鈉嘅含量為160毫克，因此唔屬於低鈉食品。總碳水化合物表示每個份量之中所有碳水化合物嘅含量，其中包括纖維同埋總糖量，包括天然糖同埋添加糖。如果產品之中有添加糖，將會單獨注明。要計算碳水化合物嘅攝取量，最好係查看碳水化合物嘅總量。你可以從總碳水化合物嘅含量之中減去纖維嘅含量嚟得出碳水化合物嘅淨含量。你可以減去纖維含量，
因為佢唔會影響血糖。我哋將會喺模塊 2B 之中詳細咁樣討論纖維。以此標籤為例，碳水化合物總量為37克，減去4克嘅纖維，我哋將會得到33克碳水化合物。如果我哋從碳水化合物嘅份量角度嚟考慮，呢度大概係2份嘅碳水化合物，咁樣就令到該產品可能適合嚟做早餐或者點心。食品標籤仲包含咗一個名為每日建議攝取量百分比嘅部分。每日建議攝取量百分比可以讓你大致理解該產品是否為特定營養素嘅良好來源。目前每日建議攝取量百分比位於標籤嘅右側。首先要注意嘅係，每日建議攝取量百分比係以2000卡路里嘅飲食為基礎。鑒於你已經懷孕啦，你嘅卡路里需求正好係呢度嘅數量左右，因此你唔需要擔心要進行任何數學計算嚟確保該資訊適用於你。如果每份量嘅每日建議攝取量百分比為5% 或者更加少，咁該產品所提供嘅營養素含量就較低。如果每日建議攝取量百分比為20% 或者更高，咁嗰個營養素嘅含量就為較高。你可以使用每日建議嘅攝取量百分比嚟到比較你可能購買嘅各種產品，而協助滿足你嘅營養需求。以呢個標籤為例，你可以見到總脂肪為12%，因此脂肪含量適中，但係飽和脂肪為23%。咁樣令到該產品成為飽和脂肪含量高嘅來源。請記住，飽和脂肪唔係好健康嘅咋。該標籤仲顯示咗鈉嘅含量為37%，咁樣意味住佢嘅鈉含量好高。總碳水化合物含量為12%，纖維含量為14%，因此整體上，碳水化合物嘅含量適中，纖維來源亦都適中。如果我哋往下跳到維他命同埋礦物質嘅部分，我哋可以見到維他命 D 嘅每日建議攝取含量百分比為0，鈣嘅百分比為25%，因此佢唔係維他命 D 嘅良好來源，但係鈣嘅良好來源。我哋喺本模塊之中介紹咗相當多嘅內容。呢張投影片重點介紹咗你需要理解並且開始實踐嘅重要資訊。重要嘅係你要認識到邊啲食物含有碳水化合物，並且理解佢哋如何影響你嘅血糖。遵循本模塊之中概述嘅膳食計劃，並且適當咁樣分配碳水化合物所佔嘅比例。膳食計劃亦都寫咗喺膳食計劃指南嘅講義上。定期檢測餐前同埋餐後血糖，或者按照醫師嘅指示進行檢測，以固定時間間隔進食，並且利用食物標籤嚟到引導你嘅食物攝取。有關透過飲食控制妊娠糖尿病嘅更多資訊，將會喺模塊 2B 裏面繼續介紹。如果你有任何疑問，請聯絡為你指定嘅註冊營養師。你可以透過電話或者電子郵件聯絡你嘅註冊營養師。感謝你檢閱模塊 2A 妊娠糖尿病，透過飲食控制妊娠糖尿病。下一個係模塊 2B，透過飲食控制妊娠糖尿病。